施展的光彈可以在瞬間燒光巨大城市的空中都市型貓咪。呢度有3個核心字眼：光彈、瞬間燒光、巨大城市。天空之貓一下普通攻擊等於多少焦耳？首先，我們要搞清楚巨大城市的定義。貓咪大作戰係日本出嘅遊戲，就係話巨大城市套用日本嘅概念最合適。這裡採用的數值係第2名橫濱市。之所以唔採用第一，首先東京市嘅形狀太特別。採用第一啦，我覺得太極端。這裡我純粹看自己，亦可以用其他數值，用我嘅公式去計。先計算光彈爆炸嘅體積，可以明顯見到光彈嘅形狀毫無疑問係嘅圓形，但上面嘅餘波係沒有辦法知道，所以呢度假設呢度係個圓柱體，圓柱體的體積是底面積乘高。先計體面積，這是橫濱市的地圖，根據我用間尺度出的數值，圓形直徑30公里。當然這裡由於我是用間尺量度，所以誤差係明顯存在的。在資訊欄我會列出這部影片的所有誤差，圓面積等於半徑乘半徑乘派。然後就係燒光巨大城市所需能量。由於係燒光唔係粉碎，所以這裡用嘅係氣化熱。可以看到攻擊動畫先擴散再爆發，而從中間最高的攻擊動畫可以得出能量是越中間越強。根據黑體輻射，先給不知道黑體輻射嘅人解說一下。所謂嘅黑體輻射就係光同物質達到平衡所表現出嚟的現象。物質達到平衡，所以可以用溫度來描述物體嘅狀態；而光同物質嘅交互作用好強，所以光同光之間亦可以用一個溫度去描述。所以可以得出，黑體輻射冇辦法用於這種狀況。恭喜你聽完這些廢話，因為黑體輻射根本冇紫色嘅光，這是我中途才發現的。這裡只能估算。知道平均嘅溫度係1200度以上，因為鋼鐵嘅沸點在3700度，但係整個城市不可能全係鋼鐵，而我又不可能知道一座城市所燒過的材料。費米計算法，根據觀察一個現代化城市嘅高樓大廈的體積，估計在1/30左右。這裡我說嘅係實心材料。但根據能量會浪費，並且不可能只燒建築，一上一下之間理論上會平衡回來，所以平均溫度應該是在7000度。為什麼？因為黑體輻射。我剛才是騙你說黑體輻射是沒有用。之所以黑體輻射沒有用，是因為人類眼睛沒有辦法捕捉紫外線，所以會看成藍色。但我們是直接通過肉眼觀察嗎？不是，別忘我們是通過手機看到。所以自然問題就迎刃而解。Google 查到嘅橫濱最高建築，現在就開計。焦耳相當於49億千噸 TNT，3億2000萬個小男孩。所以依家總算知道為什麼